問大家一個好深刻嘅問題：到底係人寫命定係命寫人？到底邊一樣行先？呢個世界上最荒謬嘅事，唔係人改變唔到命運，而係絕大多數人由一開始就用錯咗方法去改命。你有冇發現自己身邊總有咁樣嘅朋友？甚至可能你自己都經歷過，越係頻忙去算命，生活反而越係一塌糊塗。每逢年初就急急腳跑去黃大仙求籤，去車公廟轉風車，去拜太歲。平時屋企擺滿各式各樣嘅貔貅、精sus、紫晶洞同風水陣，以為咁樣就可以逢凶化吉、招財進寶。但係現實點樣呢？生意一樣會蝕，感情一樣會散，身體一樣會出事，積蓄一樣會漏走。點解會咁？難道真係天意弄人，定係八字命盤早已注定你一生都要勞碌奔困？其實所謂嘅玄學同命理，喺佛法與大智慧者眼裏，打從一開始就唔係咩變魔法。古人講嘅易，代表嘅係日月交替同萬物運行嘅規律。日月交替決定咗你幾時瞓覺，幾時做嘢，而你出世嗰一刻嘅八字命盤，只係如實反映緊你帶住咩性格特質嚟到呢個世界。而呢啲性格特質喺佛法裏面，我哋可以稱之為裂縫。每一個未經修持嘅凡人，性格入面都必定存在住大大小小嘅裂縫。有人極度貪心，有人急躁衝動，有人自卑怯懦，有人死要面子，有人習慣逃避。你去揾算命大師，大師話你今年流年不利，沖犯太歲，注定會破大財。其實真相根本唔係個天故意要收你錢，亦唔係某個神仙喺度懲罰你，而是你心入面嗰條叫貪婪或者急躁嘅裂縫，注定咗你在某個巨大嘅誘惑或者危機面前，會做出一系列錯誤嘅決定。咁樣，究竟命運到底可唔可以改？如果可以改，真正嘅改命又應該點樣做？今晚我哋唔講怪力亂神，唔講虛無縹緲嘅神仙傳說，我哋只講人心與因果。聽完今晚阿明嘅真實故事，你就會徹徹底底明白，點解世間所有嘅求神問卜喺向內修心面前，都只係徒勞無功嘅幻象。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覺得咩性格裂縫啊，咩心魔啊，聽落好似好虛無。但其實喺佛學經典與現代心理學裏面，一早就將呢個規律講得透透徹徹。喺地藏菩薩本願經裏面，有咁樣一段震懾人心嘅話：業力甚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能將聖道。意思係話，一個眾生所積累嘅業力係非常之強大而且恐怖嘅，佢強大到可以超過高籠入雲嘅須彌山，深過無底嘅大海，甚至可以阻擋你走向正道與解脫。咩叫業力呢？唔好將佢諗得太過神秘或者迷信。用現代人聽得懂嘅白話嚟講，業力本質上就係一種強大到極致嘅慣性，就好似你平時揸車踩慣咗重油門，一見到前面有車，你嘅第一反應唔係踩剎車，而係本能咁想爬頭。呢個就係慣性。你性格入面嗰條裂縫，就係你做人做事嘅心理慣性。你慣咗急功近利，想一夜暴富；你慣咗佔人便宜，見利忘義；你慣咗遇到問題就推卸責任，逃避現實；你慣咗用死要面子嚟掩飾自己內心嘅自卑。呢啲日積月累嘅習慣同念頭，會喺你嘅阿賴耶識，即係生命嘅記憶庫裏面不斷混雜，形成一股龐大無比嘅推動力。當你來到人生嘅十字路口，面對重大抉擇嘅時候，呢股慣性就會像一隻無形嘅巨手，推住你去走嗰條你以為係捷徑，其實係懸崖絕壁嘅不歸路。算命師傅透過八字命盤睇到嘅，其實只係你呢股業力慣性預期會運行嘅軌跡而已。所以喺正式講述今晚故事主人翁阿明嘅起伏人生之前，我想邀請墳幕前嘅每一位善信與朋友喺心裏面深深咁念出四個字：莫向外求。呢四個字唔單止係一句警醒，更加係一份由你本心發出嘅無上解脫誓願。當你覺得人生迷茫，走投無路，當你急住想揾大師指點迷津，想買法器轉運嘅時候，試下合埋雙眼，深呼吸，喺心裏面將莫向外求呢四個字默默念3次，將你嗰顆四處攀緣，妄想靠外力改變命運嘅浮躁之心，慢慢收返嚟。你準備好未？我哋正式開始今晚嘅故事。故事嘅主人翁叫做阿明。今日嘅阿明今年已經45歲，正處於人到中年，高不成低不就，身上背負住無數生活枷鎖嘅尷尬年紀。
但係如果你將時間倒轉返去10年前嗰陣時嘅阿明，絕對唔係今日呢個魚啷嘅模樣。10年前香港經濟環境大好，阿明喺觀塘租咗個整整2000呎坐擁全海景嘅高層寫字樓，做進出口貿易生意。嗰幾年大環境順風順水，錢嚟得簡直比排山倒海仲要容易，接連幾單大單落嚟，阿明嘅戶口數字幾倍咁翻，資產暴漲，戶口入面多咗好幾個零。30幾歲嘅阿明簡直係風光無限，佢出入揸最新款嘅歐洲名貴跑車，食飯飛尖沙咀高級酒樓同私人會所唔去，身邊永遠圍住一班吹捧佢、討好佢嘅兄弟同擦鞋仔，個個見到佢都恭恭敬敬咁叫一聲明哥、明總，科佢眼光獨到、果斷英明，科佢係百年難得一遇嘅商業奇才。喺呢種鋪天蓋地嘅掌聲同奉承入面，阿明徹底迷失咗。佢真心以為自己天生就係做生意嘅奇才，以為自己條命生得高貴無比，帶住大富大貴嘅命格，連行路都帶住風，睇唔上身邊任何一個默默耕耘嘅普通打工仔。但係佢睇唔到，亦都根本唔願意去承認，佢之所以能賺到錢，90%係靠當時大環境嘅時代紅利，而唔係佢個人嘅能力。更加致命嘅係，喺佢風光無限嘅背後，佢性格入面隱藏住一條極深極恐怖嘅裂縫，呢條裂縫叫做貪婪與急躁。佛家講，人一暴富，我慢心即係傲慢，與貪欲就會像野草一樣狂枝蔓延。錢賺得太快太輕易，人就會飄。阿明開始極度唔安於現狀，覺得一步一個腳印去做實業貿易太慢太累，賺嗰少少差價根本滿足唔到佢日益膨脹嘅胃口。佢開始相信嗰句最毒嘅至理名言：錢滾錢先至係王道。見到身邊有人炒股票一夜暴富，佢就跟住撲取入市。佢唔去買穩陣嘅藍籌股，專門去玩高空輪、高風險嘅牛熊證同衍生工具。見到有人搞虛擬貨幣發大財，佢又毫不猶豫咁揼幾百萬落去，連嗰隻代幣背後係咩技術、咩團隊都未搞清楚，單憑聽一啲所謂嘅內部消息就直接重倉壓住。佢根本唔明白一個極其殘酷嘅因果規律，憑運氣賺翻嚟嘅錢，最後一定會靠實力輸翻出去。大家不妨問下自己，當你處於人生最順遂、最風光嘅時候，係咪都會覺得自己眼光獨到，做咩都啱，完全聽唔入耳任何反對嘅聲音？當時阿明嘅老婆見到佢越玩越大，心驚膽跳，曾經多次苦口婆心咁勸佢：老公，我哋嘅貿易生意已經上咗軌道，不如穩穩陣陣買層樓收租，留條後路俾屋企。唔好再搞咁多高風險嘅投機嘢啦。但係當時嘅阿明邊度還聽得入耳？佢當場大罵老婆頭髮長見識短，話老婆阻住佢發大達，仲心高氣傲咁講：我條命係大富大貴格，注定要做大生意。你識咩啊？其實嗰陣時只不過係業力嘅順風車咁考，載緊佢而已。當風向一變，當運勢告終，佢性格入面嗰條叫貪婪與急躁嘅裂縫就會瞬間現形，將佢拉入萬劫不復嘅深淵。果然好景不長，隨着全球大環境逆轉，經濟滑坡，阿明投機買入嘅資產全部變晒鞋貨，股票停牌，虛擬貨幣崩盤跌到得翻個零頭，貿易公司嘅資金鏈瞬間斷裂，工廠交唔出貨，海外買家取消訂單，供應商日日上門倒門追討貨款，銀行又猛咁打電話催還幾百萬契款。連觀塘寫字樓嘅租金都交唔起，短短半年時間，阿明就由一個風光無限嘅名種，徹底變成一個背負重差、被法院判布破產令嘅失敗者。由雲端驟然跌落泥沼，如果係一個有智慧、懂省思嘅人，一定會靜落嚟深刻反省，自己到底喺邊一步做錯咗，係咪自己太過自大，係咪自己太過急功近利？但阿明冇，佢完全唔覺得係自己嘅貪心出咗事。亦都完全唔承認係自己亂投機惹嘅禍。佢陷入困境後嘅第一個反應，和世間絕大多數迷茫嘅眾生一模一樣。佢覺得係自己時運低，係自己犯太歲，係八字流年不利，係個天故意針對佢。於是佢開啟咗一段荒謬絕倫、瀕臨瘋狂嘅外求改命之旅。破產之後嘅阿明完全冇正視自己性格上嘅缺陷，反而將所有希望寄託喺神仙同風水大師身上。佢開始四處打聽，邊度有神仙可以拜，
邊度有靈驗嘅大師可以幫佢移尊換命？佢去黃大仙廟求簽，去車公廟轉風車，去觀音廟借符。只要聽講邊間廟香火鼎盛，邊尊菩提神像靈驗，佢就算借錢都要第一時間撲去。香油錢一捐就幾千幾萬，佢甚至動用咗老婆最後一筆預備救急嘅私己錢，經人介紹請咗一位收費昂貴嘅所謂玄學風水大師返屋企睇風水。嗰位大師身穿唐裝，手拿羅盤，喺阿明間屋入面行嚟行去，眉頭深鎖。大師指住大門話：你間屋大門正對住窗，呢個叫穿堂煞，財來財去，難怪你破財。要買個紙同八卦鏡擋煞，再加上你命理極度缺水，必須喺財位擺一個大型嘅紫晶洞，仲要加一個不停運轉嘅流水盤，咁先可以接通財氣，東山再起。此時嘅阿明就像一個快要拎牌嘅人，抓住到最後一根稻草。大師講咩，佢就照單全收。買紫晶洞花咗幾萬，買流水盤，請法器，再加上改大門風水，整整花咗10幾萬。佢滿心歡喜，以為擺靚咗呢個風水陣，生意就會神蹟般起死回生，銀行同債主就會自動消失。佢日日坐在嗰個紫晶洞面前，望住轉動嘅流水，做緊重返人生巔峰嘅春秋大夢。但係現實給了他一記極其殘酷而且無情嘅巴掌。紫晶洞擺咗1個月，最大嘅債主直接入保高等法院申請佢強制破產。八卦鏡掛咗半個月，老婆頂唔順債主，日日上門淋紅油，拍大門追債嘅驚恐日子，流住眼淚執包袱離佢而去。最後連佢住緊嘅屋企都因為欠按揭，被銀行收回拍賣。阿明坐在空蕩蕩被貼上封條嘅屋企，對住嗰個幾萬蚊買嚟嘅紫晶洞，整個人徹底崩塌。佢仰天長嘯，眼淚鼻涕流成一團。點解啊？點解我求神拜佛咁誠心，個天都要咁樣對我？點解我使咗咁多錢去改命，結果條命越改越衰？係咪大師功力唔夠？係咪我拜得唔夠多？定係我真係天煞孤星，注定一世都要孤獨終老？佢嘅執念非但冇消退，反而越陷越深，整個人變得神神化化。佢開始日日上網睇生肖運程，買齊12生肖嘅玉佩戴喺身上，話要向12生肖借運。屋企嘅神台越擺越多神像，由關帝到財神，由四面佛到黃大仙。總之聽講邊個幫到手，佢就請返屋企。佢每日上香，上到成間屋都係濃煙，鄰居投訴佢，佢仲理直氣壯咁埋人，阻住佢發達。佢開始嚴重失眠，每晚眼光光望住天花板，一合埋眼就見到齋主兇神惡煞咁追殺佢。佢將自己所有嘅失敗全部歸咎於出生時辰同父母身上。如果我當年早出世一個時辰，我就是大富大貴之命啦。如果我老豆當年幫我改個好啲嘅名，我而家就唔會搞成咁。大家睇下呢種心態係咪似曾相識？明明係自己行錯路，做錯決定，但死都不肯承認，一定要怪天怪地怪命運。算命算得出你嘅高低起伏，但算唔出你面對困境時嘅抉擇。命運好似一條河，你性格嘅裂縫就係河道嘅形狀。阿明就係因為太過急於求成，太過渴望翻身，結果被心魔蒙蔽咗雙眼。佢以為花錢可以買到好運，以為擺風水可以抵消業力。試問這個世界邊有咁便宜嘅事？如果你性格入面嗰條貪婪與急躁嘅裂縫唔補好，就算神仙俾座金山你最後一樣會敗光。可惜當時嘅阿明根本聽唔入耳任何道理。直到有一日，債主再次上門逼債，連屋企最後一張梳化、電視機，甚至連那個紫晶洞都搬走埋。阿明身無分文，連買個廉價飯盒嘅錢都冇。佢流浪街頭，漫無目的咁四處遊蕩。行下行下，不知不覺間，佢行咗入大霧山嘅深處。天色越來越暗，山風吹過嚟，冷得佢直打冷震。佢心灰意冷，站在懸崖邊，望住山下嘅萬家燈火，覺得呢個世界冇一盞燈係為佢而亮，甚至產生咗一死了之嘅念頭。反正都一無所有，老婆又走咗，錢又冇晒，不如跳落去一了百了啦。但就在佢準備踏出最後一步嘅死角，佢突然聞到呢一陣淡雅嘅柴火香氣。佢順住香氣穿過一片密林，竟然發現一座破落嘅古廟，廟門半掩，裏面透出微弱嘅珠光。
阿明走進去，見到一個瘦骨嶙嶙嘅老和尚正喺度劈柴。老和尚見到阿明，冇問佢係邊個，亦冇問佢點解深夜喺深山，只係放下斧頭，淡淡講咗一句：施主，山中風大，入嚟飲杯熱茶，暖下胃啦。阿明呆立當場，佢冇諗過喺自己人生最絕望、最鬧心嘅一刻，竟然會有一個素不相識嘅老和尚肯請佢飲杯熱茶。佢跟住老和尚走進前房，卻不知道呢杯茶即將徹底改變佢嘅下半生。前房入面只有一盞微弱嘅火水燈，燈芯跳動，將兩個人嘅身影拉得好長好長。老和尚遞咗一杯熱茶俾阿明，茶葉好粗，水溫有啲燙手，但喺呢個寒風刺骨嘅大帽山深夜入面，卻有一種講唔出嘅溫暖。阿明雙手捧住隻甩咗青嘅瓦杯，低頭望住杯入面漂浮嘅茶葉，積壓喺心頭多時嘅委屈同絕望，瞬間像決堤嘅洪水一樣噴湧而出。佢一邊痛哭，一邊將自己呢幾年嘅遭遇，由暴富到破產，由妻離子散到俾人追債，一五一十咁傾吐出嚟。師父，你話我係咪前世做錯太多壞事？點解個天要咁樣懲罰我？我揾過好多大師算命，佢哋都話我八字生得差，流年不利，我連風水都改埋，買紫晶洞，掛八卦鏡，點解全部都冇用？我只係想賺多啲錢，俾屋企人過好日子，點解最後會搞到家破人亡？老和尚靜靜地聽住，臉上冇任何波瀾，手入面撥弄住一串舊木佛珠。等阿明喊夠，用三咒抹乾眼淚之後，老和尚先至慢慢開口：施主，你覺得係個天針對你，係八字害咗你，但你試下將時間推返前，諗深一層，由你決定借錢去炒牛熊證，由你盲目重倉買虛擬貨幣，再去到借貴利嚟填氹，邊一步唔係你自己親自行出嚟嘅？阿明愣住咗，想反駁話係大環境唔好，但喉嚨卻像被塞住咗一樣，一句話都講唔出。老和尚繼續講：你話你八字差，咁你發達嗰幾年，點解唔覺得自己八字差？嗰陣時，你覺得一切都係自己眼光獨到，錢賺得快，你以為係自己本事；錢輸得快，你就話係天意弄人。跌到落谷底，你就四圍去求神問卜賴地硬。你以為改個大門方位，擺嚿石頭，就可以將自己犯嘅錯一筆勾銷？老和尚搖頭嘆咗口氣：你有冇發現，當你越急住想翻身嗰陣，做嘅決定往往錯得越離譜？呢個就係人性最致命嘅盲點。當你被恐懼同貪婪扯住走嗰陣，你嘅理智就已經斷咗線，只係睇到眼前嘅幻象。你最大嘅問題唔係八字，亦唔係風水，而係你呢度穿咗個大窿。呢個大窿就係你性格入面嘅貪同埋急。阿明如遭當頭棒喝，呆立當場。過往那些瘋狂家庭度，不聽妻子勸告嘅畫面，一幕幕喺腦海中閃過。老和尚緩緩念出華嚴經入面嘅經典經文：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住，不能證得。意思即係話，其實每個人原本都有足夠嘅智慧同福報，去過一個安穩實在嘅人生。你原本可以穩穩陣陣做實業，陪住老婆平靜咁過日子，呢啲就係你原本具備嘅德相。但點解最後會搞到咁痛苦？就係因為妄想執住，你執住於過去嘅風光，妄想可以用捷徑去追翻失去嘅財富，死揸住一個我不甘心嘅念頭唔放，結果反而將自己越推越深。你性格入面嘅裂縫就係你嘅業力。老和尚語氣平靜，但字字到肉。算命師傅睇到你條裂縫，知道你遇到誘惑一定會貪，遇到挫折一定會急，所以批你破財。佢哋算得準，唔係因為有咩法力，而係因為你嘅行為模式太容易估，你嘅貪念已經寫晒喺塊面度。阿明聽到呢度冷汗直冒，聲音顫抖咁問：師傅，咁我而家應該點算？我條命仲有得救嗎？老和尚冇直接回答，只係將火水燈調暗少少。今晚夜啦，你早啲唞。聽朝早啲起身，幫我去後山劈柴。接落嚟嘅半個月，阿明留咗喺古廟度。佢原本以為老和尚會教佢念咩高深嘅經文，或者幫佢作法改運，但老和尚每日只叫佢做兩件事：劈柴同掃地。一開始，阿明劈柴劈得好急，心入面嗰團火仲未熄。佢揸住把重甸甸嘅斧頭，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劈落去，結果越心急，斧頭就越劈唔中木紋。
唔係劈崩塊木，就係震到虎口流血，雙手生滿水泡。老和尚走過嚟接過斧頭，睇準木頭嘅紋理，輕輕一揮，木頭應聲裂開兩半。你心急，眼就睇唔準，手就唔會穩，斧頭落錯位，嘥力氣之餘仲會傷到自己。做人做事同劈柴一模一樣，心浮氣躁，注定劈唔開人生嘅瓶頸。到了下午，老和尚安排阿明去庭院掃地。秋天落葉滿地，阿明揸住掃把將枯葉掃成一堆，但山風一吹，落葉又散落一地。阿明來來回回掃咗10幾次，最後氣得一把將掃把冷喺地上，掃極都有，根本就係白費心機。老和尚拾起掃把，慢條斯理咁將落葉重新掃埋一堆。葉要落係自然規律，你要掃係你嘅本分。點解要為咗改變唔到嘅自然規律去生自己氣呢？我哋好多時嘅痛苦就係嚟自於想控制一啲根本控制唔到嘅嘢。生意嘅大環境你控制唔到，別人嘅睇法你控制唔到，但你非要將所有精力放在呢啲無奈嘅事情上，呢個就係執念。阿明聽完心如刀割，佢終於明白自己之前四圍求神問卜，其實係一種極度嘅控制欲，妄想用幾萬蚊嘅風水陣去買通天地，操控生意起跌，去逃避自己應負嘅責任。真正令阿明徹底醒覺嘅係半個月後嘅一個傍晚，老和尚叫阿明入前房，茶幾上擺咗一套舊茶具，老和尚斟滿咗一杯濃郁嘅普洱茶遞俾阿明。阿明正想伸手去接，突然發現茶杯底有一條極細嘅裂縫，滾燙嘅茶水正順住裂縫一滴一滴咁流出嚟，很快就漏走咗大半。阿明連忙提醒師父，隻杯漏水啊！老和尚冇理佢，繼續拿茶壺將茶水猛咁斟入隻漏水嘅杯度，茶水溢出杯口，流得滿台都係。阿明急咗，師父，隻杯穿咗個大窿，你斟幾多靚茶落去都冇用噶，全部漏走晒啦。老和尚停低手，抬起頭直視阿明，施主，你都知隻杯穿咗窿，斟幾多靚茶都冇用，你個人穿咗窿，求幾多神仙保佑都冇用。呢句話如驚雷般喺阿明腦海中炸響。老和尚字字哼，呢隻杯就係你嘅命，呢條裂縫就係你性格入面嘅淡同急，名貴嘅茶水就係你求神拜佛求翻嚟嘅福報同運氣。個杯有裂縫，你斟幾多神仙水落去，最後都會漏得一乾二淨。你自己個心都裝唔住啲福氣，求個天俾幾多財富你，又有咩用啊？阿明呆跪喺地上，望住台面上一灘茶水，眼淚再次奪眶而出。呢一次佢唔係為咗破產而喊，亦唔係埋怨天道不公，佢係終於徹底睇清楚咗自己。佢一直以為自己差嘅係運氣，原來佢由頭到尾差嘅係健全嘅心智同埋踏實做人嘅擔當。一個滿布裂縫嘅靈魂，點樣去承載千萬財富？你想改命，唔去修補自己條裂縫，反而日日跑去拜神，求神仙俾多幾壺靚茶你，呢種做法有幾咁愚蠢啊！阿明跪喺地上，對住老和尚重重咁叩咗3個響頭。師父，我明啦，我真係徹底明啦。第二朝天剛亮，阿明執好簡單嘅包袱，向老和尚道別下山。走落山嘅時候，佢嘅腳步變得前所未有咁輕盈，哪怕身上依然身無分文，哪怕依然背負住數以百萬計嘅巨額債務，但佢嘅心已經不再迷茫同焦慮。回到市區之後，阿明做咗第一件事，佢將屋企嗰個價值幾萬蚊，曾經被佢視為救命稻草嘅紫晶洞同埋一堆風水法器，通通當成垃圾扔掉。佢冇再逃避債主，亦冇再打官司甩身，而是主動聯絡每一個債主，恭敬咁坐低，逐個同對方傾還款計劃。佢向所有人承認自己當年嘅自大同貪心，誠懇咁承諾，只要我仲有一口氣喺度，我一定會1分1毫還清俾大家。佢冇再妄想靠炒股、炒幣或者走偏門去一爆翻身。佢脫下名牌西裝，換上平價工作服，去咗建築地盤做最苦最累嘅雜工，由最低微嘅體力勞動做起。夏日炎炎，地盤地表溫度高達40度，日曬雨淋。阿明每日搬水泥、抬鐵筋，辛苦到成身骨痛，雙手磨出咗血泡，最後結成咗厚厚嘅腦穿。但每一次出糧，佢都會精打細算，留翻1/3僅夠自己食飯同搭車嘅生活費，將剩餘嘅2/3
全部準時轉賬還俾齋主。期間有以前一齊揮霍嘅酒吧兄弟見到佢咁落魄，笑佢蠢，甚至介紹一些標榜快錢、高風險嘅暗路俾佢，勸佢：明哥，你做地盤做一輩子都還唔清啦，不如跟兄弟搏一把。阿明聽完只係微笑住搖搖頭，果斷拒絕。遇到地盤有人刁難佢，佔佢便宜，佢亦都冇再像以前咁暴跳如雷，而是學懂咗一笑置之，默默承受。佢將老和尚教佢嘅4個字莫向外求設為咗自己手機嘅鎖屏桌布。每一次感到疲憊想放棄嘅時候，每一次心裏面嗰隻叫淡藍嘅蟲又想爬出來嘅時候，佢就會停低睇一睇呢4個字，深呼吸，提醒自己莫再迷失。整整5年時間，5年嘅汗水、血水同堅持，阿明靠住自己一雙手，一步一個腳印，居然奇蹟般將幾百萬嘅債務全部還清。當佢還清最後一筆欠款嘅嗰一日，離開咗佢5年嘅前妻主動約佢見面。前妻望住眼前呢個皮膚曬得黑黑實實，雙手滿係老傷，但眼神變得異常安詳、平和同穩重嘅男人，眼眶瞬間紅咗。阿明最後冇再暴富，佢亦冇再去開嗰種幾千倍嘅海景寫字樓，佢用剩餘嘅積蓄同朋友合資喺屋村樓下開咗一間細細嘅茶餐廳，每日親力親為去沖燒鵝奶茶、烤麵包，踏踏實實咁做街坊生意。但自從下山之後，佢再都冇去算過一次命，亦冇再睇過一次風水，因為佢心裏面清清楚楚咁知道，自己性格入面嗰條叫淡藍同急躁嘅裂縫，已經喺呢5年嘅汗水同修持入面被徹底修補好。漏斗嘅裂縫冇咗，命運嘅福氣自然就慢慢匯聚翻嚟。聽完阿明嘅故事，大家而家明唔明白到底咩先係真正的改命？華嚴經講萬法唯心造，很多人窮極一生都想揾一個神通廣大嘅大師幫自己跳出八字命盤，覺得改唔到命就等於世界末日。但大家試下諗深一層，你急切想脫離八字，唔肯接受自己真實處境嘅呢個想法本身，唔係已經係一種極大嘅執住同逃避咩？呢個想法本身唔就係一條全新嘅性格裂縫咩？所以千萬唔好再將自己人生嘅失敗同跌倒推卸俾天干地支或者流年風水，亦都唔好再妄想可以用幾千幾萬蚊嘅開光法器去買通宇宙嘅因果法則。神仙唔會幫你填補性格上嘅缺陷。如果你自己隻杯係漏水嘅，菩薩俾再多福報你，最後都只會留得一乾二淨。真正嘅修行從來都唔係向外求神通擺風水陣，真正嘅改命係喺日常生活中一磚一瓦咁去修補自己性格入面嘅缺陷與裂縫。日月交替定義唔到你，八字命盤都定義唔到你。呢個世界上能夠真正定義你人生走向嘅，從來都只有你自己。人生就好似一場長途跋涉嘅修行，我哋每個人身上都帶着大大小小嘅性格裂縫前行。重點唔係掩蓋佢哋，亦唔係去拜神祈求奇蹟，而是要有勇氣直面佢哋，一磚一瓦咁去修補佢哋。咁講到尾，落實到日常生活入面，我哋到底應該點樣去補裂縫呢？喺呢度，我俾3個聽朝起身就可以即刻實轉嘅日常修心實操法，大家唔使花1分1毫，只要你肯做，你條命就已經開始改緊。第一招，3秒覺知，截斷業力慣性，破除急躁。你有冇發現，每次做錯決定之前，你嘅心都會跳得特別快，或者呼吸特別急，又或者有一股無名火直衝上腦？呢個就係業力慣性牽引緊你嘅信號。聽日開始，每當你遇到巨大誘惑或者好想發大脾氣嘅時候，例如有人同你推介一個包賺嘅投資項目，吹到天花亂墜，你覺得唔買就走寶；又或者你伴侶講咗句說話甩刺，你準備開口用最難聽嘅說話去刺痛對方，第一時間唔好做決定，唔好開口鬧人，停喺度，深呼吸3秒，喺心裏面同自己講，呢個係我嘅業力慣性，我唔可以俾佢拖住走。只要你停到呢3秒，你就成功截斷咗業力嘅慣性，呢條命就喺呢3秒度為你自己改咗一次。唔好睇小呢3秒，佢可以幫你慳翻幾十萬嘅冤枉錢，亦可以挽救一段瀕臨破裂嘅婚姻。第二招，3日延遲，克制虛榮衝動，破除貪婪。好多人賺到少少錢，
第一時間就想去威俾人睇，買名牌，食貴嘢，呢種報復性消費就係虛榮、心與貪婪嘅裂縫喺度作怪。接落嚟嘅日子，如果你想買一樣唔係必須嘅貴嘢，或者想做一個重大嘅財務決定，例如換車、借錢俾人、做高風險投資，試下將個購物車擺喺度3日，或者將份合約鎖入櫃桶3日。3日之後，如果你仲係覺得非買不可，先至去俾錢，你會發現90%嘅衝動都會喺呢3日入面煙消雲散。你慳翻落嚟嘅錢同精力，就係你填補性格裂縫嘅泥水。每一次成功克制衝動，你嘅心靈就會變得更加堅實，不再受外物擺布。第3招，轉念布施，破除匱乏窮根，破除吝嗇與計較。如果你平時好中意佔人小便宜，買菜一定要索多2條倉，去食自助餐一定要食到撐住先覺得抵，甚至去公司都要偷偷地拿原子筆返屋企，呢種就係窮根嘅裂縫。越中意佔便宜，條命就會越窮。因為你個心一直處於極度匱乏嘅狀態，點樣補？聽日去買嘢嘅時候，試下刻意唔去講價。當你心裏面冒出佢應該平啲俾我呢個念頭嘅時候，即刻將佢換成大家揾食都艱難，當係結個善緣，俾多2蚊你唔會破產，搭的士唔使找幾毫子，亦唔會令你發達。但你嘅心量就喺呢啲微細嘅動作入面被慢慢沖大，心量大咗，福報自然就裝得落。當你不再處處計較，你會發現身邊嘅貴人反而會越來越多。回望過去咁多年嘅日子，你覺得自己性格入面最大嘅一條裂縫到底係咩？係貪心，係急躁，係自卑，定係死都放唔低面子？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我哋一齊喺評論區交流，互相勉勵。如果今日呢條影片嘅故事觸動到你，或者令你諗起某個身邊正陷入迷茫、四處求神問卜嘅朋友，請你將呢條影片分享出去，俾身邊有需要嘅人睇下。法布施，功德無量，歡迎訂閱頻道，記得開啟小神燈。最後，我想再次送上開頭嘅4個字俾大家：莫向外求。願大家都能夠向內揾到真正嘅平靜、福德與大解脫。我哋下條片再見。